想玩環繞聲，只要有支援杜比 Atmos 嘅音響設備，教埋大家在電腦遊戲中輸出杜比 Atmos 嘅音效。接駁方法，依家大多數顯示卡基本上都有一個 HDMI 同埋3個 DP。如果你嘅顯示器高於音響設備規格，將 DP 線接駁去顯示器。聲音部分，使用 HDMI 線接駁音響設備嘅 HDMI in， 同時要確定你嘅設備要有 HDMI in。如果冇 HDMI port， 亦都可以使用 DP to HDMI 嘅方式來接駁。以上方式兩者皆可。跟住落嚟就係電腦設定教學。桌面右鍵顯示設定，點選 DP 顯示器，設定為主顯示器，跟住選擇音響設備，設定為桌面延伸。聲音部分設定，開啟 Microsoft Store， 喺搜尋輸入杜比 SS， 開啟杜比 SS。之後喺右下角點擊喇叭圖示，選取音效輸出，選擇你的音響設備為輸出裝置，拉落去選擇杜比全景聲家庭電影版，再杜比 SS， 點擊任何一個杜比 demo 片，在影片嘅右邊 Standbar 已經正確顯示出來，已經解讀到杜比 Atmos 嘅格式。The world's first object-based cinematic audio, with powerful moving audio that transcends from channels. 遊戲實測。PC Gaming 維基列出有邊啲遊戲會支援杜比 Atmos， 喺條片下方說明會補充翻條 link。如果大家睇完遇到有咩問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亦都可以 follow 我 IG， 定時會有 IT 教學。